呢隻感覺會升喎。我朋友話佢好，個圖表睇起來好強喎。3句說話其實冇一句係入場條件。今日講點樣建立一個具體嘅可以重複使用嘅入場檢查清單。5條件入場清單。條件1：趨勢方向確認。喺日線或者4小時線上確認大趨勢方向。如果係上升趨勢，高點不斷創新高，突破關鍵水平線或樞紐點，你只做多買入。如果係下跌趨勢，唔好做多，等趨勢改變或者做空。唔好逆勢，逆勢操作需要好強嘅技術判斷，初學者直接避免。條件2：等回調，唔追高。升到高位之後，等佢回調到支撐區域。呢個支撐可以係一條移動平均線，一個前高點轉成支撐，或者一個整固區域嘅低端。喺支撐位附近有企穩跡象時，先考慮入場，唔係喺高點直接追入。條件3：量價配合確認。如果喺支撐位回調後出現放量上升嘅 K 線，代表買盤回來，係入場信號加強嘅依據。縮量嘅反彈相對唔可靠。條件4：止損位清晰。入場前先淺到止損位，通常係支撐位以下一個合理距離，確保正常波動唔會觸發止損，去唔到清晰嘅止損位，呢單唔做。條件5：風險回報比例達標。計算從入場價到目標位嘅潛在利潤同止損距離嘅比例，最低要求係1:2，低過呢個比例，呢單唔做。就算其他4個條件都符合。場景應用示範：某股票從30元升到50元，現在回調到43元附近。條件1：日線睇，高點低點不斷上移，趨勢向上。條件2：從高位50回調到43，接近之前整固區頂部42元。條件3：今日喺43元出現放量長陽線，顯示買盤回來。條件4：止損設喺40元，即整固區底部以下。條件5：目標看回前高50元，潛在盈利7元，止損距離3元，風暴比1:2.3。5個條件都符合，可以考慮入場。倉位計算：戶口10萬，風險2個百分比，風險金額2000，止損距離3元，倉位等於2000除以3，約等於666股。3大錯誤拆解。錯誤1：一個條件都唔符合，但感覺好強烈。感覺係情緒，唔係信號。信號需要可以觀察、可以量化嘅市場行為。錯誤2：5個條件中3個符合，其他2個差唔多就入。差唔多唔係符合，例如風險回報比例可能只有1:1，而唔係1:2，跟住未形成量價配合就入，咁樣交易只係猜測。清單嘅作用係過濾，唔係理由進場，唔到完全符合嘅機會，寧願等待比強行入場更正確。錯誤3：入場之後先去計算止損同風暴比，先買回頭再算。入咗場之後，你嘅情緒已經介入，你嘅計算會受你想持有嘅慾望影響。入場前計算先係客觀。總結今集5條件入場清單：第1，趨勢方向，順勢而為。第2，等回調到支撐，唔追高。第3，量價配合，確認買盤。第4，止損位清晰，唔到就唔做。第5，風險回報比例最少1:2。每次入場前逐條 check， 缺一條就等。下一集講止損應該放喺邊，以及4種唔同嘅止損設置方法。